上尾一题啦。好啦，百香果。这李怀恩来讲就好啊。阿莲奇根，来有人晓无？我拢讲百香果呢，啊，唔是。来，我试看卖下子，计时果，再给它反过来，实际果。对，西芥果。西芥果，西芥果，因为伊迄百香果伊的花啊，看起来介像西精，啊，迄日本吼，拢讲土cây，啊伊的日本的一下实际，就会叫伊西芥果。哦，对啦，因为伊的花时间的时。其实他刚刚已经示范了很多的不同的，像西芥果这个一定是受到这个日本教育时代的影响，对不对？因为那个不是我们原来有的品种，外来语，就像 tomato 哈，我们北讲番茄对吗？对，不可能这样讲。番茄嘛对嘛，对吧？哈，对啊 tomato 对，所以其实语言就是不断的根据从语言的脉络可以看出这个文化的一个演进的一个过程，那也包容各种不同的文化来丰富我们原本的这样子的一个语言，对不对？我最近一直被打枪草莓的台语到底要怎么讲？草莓呢，其实你可以说气泡，那也可以说超母。可是因为气泡呢，它指的是比较野生种，就是在野外生长的，它会小小的，让看起来跟它泡泡有气嘿，把它摆摆呀，嘿卖相无较好。按平常时咧食的，唔是嘿，嘿是气泡，若是伫市面上看到的迄较饱满，迄个草莓，草莓哦，嗰是草莓哦，草莓嘛了。嘿，